为爷是去官康是走失的，小人们没有一次不照顾，实在连个影子都没有。老爷，小人心不然，实在找不到啊！老爷，包二爷确实丢了。老爷，小人实在找不到了。老太太，恭喜老爷，天降麒麟贵子，太太母子平安。皇天保佑，好啊！还有桩急事呢，小少爷生下来时，嘴边还含着一块亮晶晶的美玉。哟，如今玉在哪里？请老爷仔细估摸。统领宝玉，莫生莫忘昔日恩差。统领宝玉，儿啊，最是吉祥之兆。我这孙子的名字，谁取这宝玉儿子？宝玉。儿啊，今天是你周三生日，老爷要看看你将来的志向，你可要这样周备的东西啊！你想什么就抓什么啊！
来登上这个。
说来了。林姑娘来了，快过来，就是快过来，林姑娘真是来了。来了。喏。女生满洲，该为师先去通禀一下。先生请便。你我既是同父同叔，更加不必见外。明日上朝，定当责命圣上，极力保洁。一日等我好消息就是了。多谢钟伯大人提议，满着滚恩不谢，不必如此。我乃为圣太娘，劳你一路扶送，到该谢你才是哦。岂敢！此刻他们也该到府上了。是啊，林姑娘请。林姑娘来了。老太太，林姑娘来了。我的外孙女来了，我的外孙女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外孙女儿，外祖母。
大舅母，那是你二舅母。哎，快去见过啊！是。拜见大舅母。不小了。拜见二舅母。哎呀，外甥女儿，快起来，这旁坐下。快请姑娘们来，今天元客来了，可以不去读书。是。外甥女儿，看你身体单薄，煞不胜衣，恰是为何？外甥女自小多病，送回吃饭时期，便吃牙道事情了。上不下呀，为何不治好呢？经过多少名医，终未解药，如今正去人参养用真巧，我这里正配我呀！你叫他们多配一料，也就死了啊！是啊。进去老太太。罢了，外甥女儿，快来见过你三个姐妹。是。这是你二表姐银翠。三表妹吞翠。那是四表妹喜翠。还有你大表姐元翠，早几年已携着宫中去了。听母亲说起过。怎么，林姑娘来了？真的来了吗？哎呀，我来是了，我来是了，我来是了，你能认得远看。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是了。昨日擂退西家场，今朝庭前对他道。你不认识他？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个帕拉虎。那罗金生是位辣子，你只要叫他冯辣子就是了啊！哎呀，老祖宗啊！舅母，她就是你厉害嫂子，大舅母的亲媳妇，又名混族王媳妇。拜见二嫂子。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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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！只怪我一生红颜知了，是这般美丽人儿天下少，那两个老祖宗西前的外甥女，分明是若天仙离了蓬莱岛。怪不得我家老祖宗在人间悲唱夸耀。唉，这是我妹妹好面孔。去世早，我一天愁云放在笑，你何必找我烦恼？哎呀，真是为见了妹妹啊，一心都在她身上，又是欢喜又是伤心。今晚了老祖宗了，老祖宗喏。给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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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当！哦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坐下，坐下。妹妹，你是进来到这
里呀。去当中生女儿几句在花中，这家中虽是你家中，要气要用把这位人头，谁为求告诉王亲呀？介绍子必须奉下。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，都搬进来了。你们关照当少儿子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洗洗去吧。是。经过老太太，起来。妈妈，姑娘，随我来。谁？哎，爹娘带来的这个小丫头太是能了，把我身边的那个，自家丫头接了爹娘好使唤。老太太想得周到。是。见过林姑娘啊。凤丫头，姑妈，你该拿几个团子来接你妹妹晒衣裳呢？我猜想妹妹这粮食别到，我早就预备好了，等太太回去过两毛好送来。老祖宗，林妹妹的子啊，我也预备好了。这个倒不必了，谁让他暂时在这里，让宝妞是外姐，爹娘是里姐，和我靠得近一些。等过了再多，到了明年春天再另作之吧。哎呀，林妹妹一来呀，老祖宗啊就离不开她了。可你呀！你听听他这张嘴，像不像辣子呀？祖宗啊！你们带爹娘去见见他两位舅舅。哦，还是我带外甥女去吧。太太，老爷死了，连日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伤心，三气不忍相见。劝姑娘不要想家，要什么只管告诉去嘛，别挖到了才是。走吧。外甥女孩，你舅舅早进去了，再见吧。啊。这次我有句话要嘱咐你，你三个姐妹倒多结好，有苦在一处念书成事，要做珍惜。我就只有一件不放心，就是我那个热胎五根宝玉，是家里的文师母王。你以后总不用理会他，家中的姐姐妹妹都不管尊杀他的啊。不知宝玉是怎样一个白兰的人呢？太太，老太太那里算吃完了。好，这就去。是。去吧。来呀！你是穷
万岁了，怎么宝妞到家庙去我愿，只是万不回来？先生，你去看看。是。八爷回来了。啊，他回来了啊！老子在。太太，哟啊，家里来了，可是怎么还不过来见过你的妹妹？是啊，快去见过林妹妹，林妹妹。妹妹，我好像人看见过的。哎呀，雨要雾死了，你又曾见过啊？怎么见过？看到面上，心里像认识的一般呢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样嘛，以后在一起啊，也就和睦了啊！属下，快属下！妹妹，来，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读过一年书，认得几个字。这名名唤带牛，表字呢？副字，副字。哎，好，我送妹妹一日，唤作平平生苗啊！哎，什么叫平平啊？古今人物唐考朗说，西会茶、明代可做河美之墨。看，妹妹眉间插葱，起这个字，岂非人美呀？这怕又是杜撰的吧？是了，之中杜撰的也太多呢。妹妹，你有鸟没有啊？我没有鸟，你那块鸟也是件稀罕之物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稀罕的东西？生的高小不实，还是灵不灵呢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哎呀，哎呀，宝妞，宝妞，哎呀，宝妞你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还好，快去带上。宝妞你咋？你生气要当骂人用意，我可取下你那命根子呀！你妹妹都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什么去嘛？宝妞，今天来了这个陈先生的妹妹。他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宝妞，宝妞，宝兄弟，你又不是什么了？来，带上去吧。哎呀，宝妞，宝妞，宝兄弟，来带上去吧。我不要，宝兄弟。啊
啊！快带保上兄！弟是在听老祖宗的话，来带上去吧。对快带上上啊！快带上！点根暖暖身体，早点睡吧。仙人姐姐，姑娘，仙人姐姐，姑娘怎么晚不问些？林姑娘，晚上为白天宝儿爷生女那件事伤心你。他说，倘若生为了那女，岂不是因我之故？哎呀，你看他偏这样去想。姑娘枉为这伤心，可宝儿爷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，已经呼呼实在了呢。姑娘，可不要动心，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。所谓宝儿爷这种因为笃信伤官，只怕你还伤官不了呢。是姐姐们说的，我几日就是。睡不着了，姑娘你睡吧，我走了。走了。姑娘，快去睡吧。姑娘，快去吧。阿姑姑，
林妹妹，早安。宝姑姑早安。林妹妹，我来帮你梳头画眉好吗？我自己嘞。我等你一起到老太太屋里去请安。从今同名同宿同心郎。同志同心同志祥。
亲，这是女儿心碎的花样，困可好？母亲，可好？名家女要为那公子盘头财神，你天生丽质莫失去，怎可以应照台先上进？小心，可是儿啊，尚能进宫盘道，那是天大的荣耀。听命母亲做主，这就对了。夫人买过吧？好生没存。公子买过吧？好的。公子，老爷买一匹吧。哎，那少买一个啊，少买一个吧，没存香吧啊！他好像买下了，买下了，没存吧？要进香啊！姑子，可怜，做做好事。姑子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这是我亲生的，只因为家贫如洗无水机，只好将亲生的嘛，就人家。姑子，你可，安娜。姑子，你就可怜我安娜。姑子，你可，姑子，你就休下吧。姑子。
喜美情深，苦怜苦爱并家女，美情莫须如从一手交人，一手交人。银子跟我去拿1两不少，人们啊，须待3日之后再来领取。3日之后，小生非是没脾气，全将人家做凭据，3天一月放几人离人姑娘进家门。好。安娜，安娜，嘿嘿嘿嘿，安娜，侬要给人家转债，阿爹心里有点舍不得。来，叫我一声爹亲，爹亲，爹爹亲亲的亲爹。亲爹，哎，安囡，今朝阿爹心里交关高兴，我去买点酒菜来，爷囡两叙叙。
个马孙一点松松一男啊，嘿嘿嘿嘿，我去就来啊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相公，哎，相公到了。是这里。你先进去吧。哎。相公到了。哦。哦。相公。啊，姑娘莫非一人在家？原来是冯公子，阿爹刚刚出门。冯公子，小生有几件衣衫首饰，得来送去姑娘穿戴。此次公子里边请坐。多谢公子特地上门。姑娘，姑娘啊！年龄复杂，没下呀你，为你没去伤心泪。街上买来家事意，聊表心意不人理，几件首饰做长人，还望姑娘莫厌弃。
莫非姑娘心中不喜？不，公子厚恩，没此不妨。此甚好，后日请来迎你。告辞了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明年生来成亲礼，大理彩轿受薄去。银莲是小生的人，更无需今日两人来认错。既蒙垂怜是恩德，此生此心意相许，恳求公子免大礼。其日待奴进府去。韭菜买来了，老伯回来了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文公子，3日未到，怎么？小生非为迎亲而来，是给姑娘送衣裳首饰来的。文公子想得周到，该是我儿女夫妻。公子放心，后天时辰一到，我立刻把儿女送到府上。小生衣过花轿，到时回来迎接。好，公子请，请。徐大爷到。走开。公子。姑娘，百日不见，想杀大爷。快随大爷回家去吧！相公，你看。两家姑娘，岂可随意戏说？你是何人？尽管多管闲事。小生奉愿，乃是姑娘夫婿，后日就要申请。一派胡言！你怎么？你想找死啊？我家大爷花了千两银子买下这姑娘。哼！我家相公昨天才付了银子，将她买下的。是我家大爷买下的。我家相公，相公，王法吊吊，你滚上司其身！将我狠狠地打死！你们滚什么？你们想滚什么？滚什么？滚什么？
好火！哇！大爷，去啊！不得走！子豪，大爷，母亲公公来了。大爷，下去。禀告母亲，孩儿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女子，真是饥寒交迫，十分可怜啊！看她长得倒不错，儿子又把她买了回来。你有事做主张？母亲见了也一定喜欢。唉，把银链带进来。是。快来经过太太。抬起来，抬起头来。起来，扶他起来。领他到里面去吧。是。母亲看她长得可好？受见儿，见儿昨晚小妾。你呀，母亲，母亲，大爷，大爷，那新蒙弟已经死了啊！死了就死了，何必大惊小怪？大爷，去看看吧。好好好。回来。又闯什么大祸了？没有什么。下去。讲。禀告太太，今天你这不孝的孽障，真是里在那对举不正，堂堂银儿也了心，今日你伤人性命闯大祸，他只怕多根骨中保不成，只怪我中庸也教我的，才落得生儿不靠，再后根。母亲不用担心，出了人命你还。母亲，这姨妈的心写好了。好，快寄去吧。好哦。
妹妹一步管家媳妇，这可是人命关子啊！讲，老爷，那一天我家相公放鱼归来，老爷，说当时我家公子爷逍遥法外，已经到往京都去了。老爷速速拘拿凶犯，为民伸冤司法。天马安情，怒冲天，金陵一把好青年，杀人可欺贼难熬，雷神啊，在。进宫儿童50年，把书满洗过。他为我出来本官发令前，把书满。莫非是灵月熬娘张
退堂。老爷，老爷，啊，你老爷一向家国经纶，8、9年来就忘了我啦。我看你十分严肃，也是想不起来。老爷不记得当年葫芦庙的事吗？葫芦庙？葫芦庙。先生，先生，你就是那个小沙弥，怎么到了原衙当了门子？唉，后来一场大火，葫芦庙化为灰烬，小弟夫此外甥就学了法，来此充当门子。你我也算是并肩之交了。快请坐。不，此非公道，但坐不妨。坐吧。坐啊！谢老爷。方才吩咐下令发钱，何故劝阻？此案尚有隐情，老爷岂可冒若下令啊？啊？有何隐情？老爷，此案因双方争媒丫头而起。老爷可知那个被争媒抢得的丫头是谁呀？是哪个？说起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。你还记得当年住在葫芦庙旁的曾志英曾老爷吗？怎么？那丫头就是他的独生女儿，小名叫英玲啊。原来是他。
银莲无岁时陪管，怎么到如今才买呢？哎呀，这种拐子单拐幼女，养子12、13岁就带至他乡专卖。如今也巧，那拐子来到京里，偏偏租了我的房子来居住。这样，哎，那一声，我见那丫头，小丫头，小丫头，你爹出门去了？啊！哎呀，他是你亲爹？哦，他不是你亲爹，你是被他拐来的。那我你家原来是在苏州昌门洼五路庙吧？我知道。后来呢？如今英莲被胁迫抢去，也不知是为呀。老爷，且慢！老爷，不可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怎么？老爷用人到此，一样顶顶要紧的东西。官府，难道必人担随身？官府？那是如今万族地方官的都有一张本上最有权势及其富贵人家的名单，就叫副官府。小的身边超有一张。老爷，请快。嫁不嫁，把你为堂金作马。阿房宫300里，只不下金陵一个市。东海缺少白玉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喜，真知是土，今是天。这历年淑女，其中有何深意？这说的是金陵4大豪门：贾府、师府、王府、媳妇。老爷要做那的凶顽胁迫，就是这丰年大喜之喜呀！哼！正因他是金陵一霸，本府才要为民除霸。老爷，小的听说
老爷今番用人到此，先让永国府贾老爷的前来报见啊！老爷可知这些本就是这贾珍贾老爷的亲姨外甥啊！谢本之母和贾珍夫人乃是同胞姐妹，如今谢本一家正往京都贾府都请去了，老爷发起那谁去啊？老爷，贾氏王谢四大家，赫有名绝世大。宫中有女莫忘恩，少里有人张英霸。世袭婚者代代传，金银皇上做妹妹。四大豪门早攀见，联络有情难分寸。一生举身待无疑，一用俱用谁观察？倘若是了谢大爷，只怕老爷你不是掉脑袋，便是有路上。西盘家奴带到，带上来。是。看见大人，西盘逃亡无耻，速速招来。大人，西公子先生饮酒过度，已得暴病身亡。暴病身亡，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棺木藏在家中，今有地方乡人邻里居民作证，请大人过目。被告谢文伤身害命，本当死罪。今暴病身亡，谁有应得？大人，谢家应付冯家把人500两，作为冯家丧葬之费。多谢大人。这暴病身亡，还望他人明察。退堂。你
一问，不必顾虑。夫人，金陵外甥那件案子，多亏贾雨村就中vị子，已经办妥了。哎呀，老爷快说。说。老爷太太，金陵已太太大了，故儿侄儿还家最近，已在门外下车了。快开门迎接。